大家好，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去韓國旅行前一定要知道嘅7個注意事項。無論你係第一次去定係韓國老手，都一定有啲實用 tips 幫到你。記得睇到最後。護照有效期要夠。出發前第一樣要 check 嘅就係你本護照嘅有效期。有效期係印喺最後嗰頁右下角個位，寫住 date of expiry 嗰個就係噶啦。如果你係持有特區護照，韓國入境要求係護照有效期最少要有6個月以上。唔好以為仲有幾個月就冇問題，到時過唔到關就唔好啦。提早 check 清楚，快速通關預先登記。香港人而家係唔使登記韓國嘅 KETA 電子免簽證系統，因為韓國延長咗香港人入境免簽證入境，直至2025年12月31日。雖然唔使申請 KETA， 但係快速通關嘅 E-Arrival Card 就要預先登記啦。登記完唔使再排人工通道同填寫入境卡，就可以順利快速入境韓國。如果對於申請有任何問題呢，可以睇返我之前嘅一條片，2025入境韓國嘅教學片，睇完就會知道點樣申請。準備現金及實體信用卡。雖然韓國好科技化，但唔代表所有地方都收信用卡。有啲小店地攤或者的士可能只係收現金。如果你係去東大門批貨或者買衫呢，佢哋好多都係淨係收現金。建議喺香港或明洞嘅兌換店兌換部分韓元，匯率比較合理。另外，記得帶實體信用卡，有啲地方未必支援 Apple Pay 㗎。有用 App 下載定先。去韓國旅行好多 App 幫到你手。出發前呢，下載定，慳時間又安心。Naver Map、Kakao Map、韓國 Google 地圖唔準，呢兩個 App 先係王道。Kakao T 用佢 call 的士就最方便。Papago 呢咁一個翻譯 App， 翻譯韓文好幫手啦。T-Money、Kakao Pay 搭地鐵、巴士就靠佢啦。的士有分顏色。橙色、灰色、白色係普通的士，價錢呢係會比較平少少。黑色豪華的士價錢會貴一截，司機着西裝，服務好啲，搭之前要認清楚，想俾多咗錢就要小心啲。另外，佢哋日間同夜晚嘅收費係唔同㗎，可以睇返以上呢個表。退稅嘅問題。去韓國 shopping 記得要退稅，買滿15000韓元呢就可以退稅。不過記住2點啊：一，買嘢嘅時候話俾店員知要退稅，要準備護照，要 keep 起退稅單。2，有啲商店係即場退稅，有啲就要去機場退，記得留多啲時間喺機場做手續。地鐵陷阱，搭車注意。喺韓國搭地鐵好方便，但係都有啲細節要注意。同一站同出口可以爭108000里，記得揾清楚你要出邊個出口，否則可能行到你懷疑人生。旺季嘅時候地鐵勁多人，特別係上下班時間同本地人爭位唔容易，避開繁忙時段會輕鬆好多。以上就係去韓國前最實用嘅7個注意事項，有冇講漏你覺得重要嘅？留言話我知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我哋下次見啦。